在《雪中悍刀行》新的武平四大宗师当中，有一位存在感很低的人物，此人没有什么战绩，但是却让任何人都不敢轻视。这个人就是北莽一人一宗门的呼延大关。在雪中这个江湖与庙堂的大漩涡中，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逍遥洒脱。如果真要论逍遥的话，邓太阿算一个，另一个就是一人一宗门的呼延大关了。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着牵挂，徐凤年放不下北凉，曹长钦放不下心中的那个人，就连风流一生的李淳罡也忘不了当年的穿心一剑。呼延大关出生于北莽，作为北莽的本土人，呼延大关的武道天赋十分的出色，论资质他甚至超过了北莽军神的拓跋菩萨，是和王仙芝一样有望举世无敌的人。只不过呼延大关对于名利这种事情不太看重，欲望也不强烈，在修炼上面他比较懒散。即使是这样，他依旧是北莽最强的几个人之一。如果呼延大关有心去追逐名利的话，在武道上面能和拓跋菩萨一样执着的话，那么在北莽的武林当中，一枝独秀就不会是拓跋菩萨，而是他呼延大关。因为天性被懒，呼延大关创立的宗门全宗上下就只有他一个人。即使是这样，在北莽的五大宗门当中，他的宗门也是最强的。表面上他没有其他几大宗门那么风光，在庙堂上的地位也不高，但是确实是最为洒脱和逍遥的人。一生没有什么追求，做事都是由着自己的本心。在多年的江湖游历中，呼延大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牵绊，就是和当年取经而归的李当心一样，呼延大关在中原找到了自己的一生挚爱。他和这位挚爱之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，有的只是平淡，但他很知足，认为这就是他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东西。为了妻子和孩子，他放弃了武道，放弃了江湖上的一切，也包括他的前世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上难得有逍遥之人，呼延大关是仅有的几人之一。他的前世又是什么样的存在呢？呼延大关和徐凤年之间的关系很深，他的前世是大秦皇帝的影子护卫曹植，在当年的江湖上是和王仙芝一样的无敌之人，而徐凤年则是大秦皇帝的转世，两人之间也知晓各自的身份。按照宿命的话，这一世的他和徐凤年有着解不开的关系，凭借这段关系，怎么说呼延大关也会帮助徐凤年。可是他放下了，他并不像洛阳还有公主坟小念头一样，牢牢记挂着自己的前世，执着地追求着前世在乎的东西。相比于他们，呼延大关要豁达得多，他放下了所有，不仅是前世，连江湖纷争和自己的武道，呼延大关都放下了。正是因为他的豁达，他的放下，他才能活得逍遥自在。在他的心里，江湖上的纷争，庙堂上的兴衰，武道上的荣耀，都比不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。原本作为北莽人，为了国家大义，他应该为北莽出一份力，作为北莽宗师去对付中原宗师，和拓跋菩萨一样为国效力。只不过呀，他放下了。作为大秦皇帝的护卫，原本他也应该护卫这一世的徐凤年，在徐凤年大战的时候帮助他，但是他也放下了，放下了国家大义，也放下了自己的宿命。在他的眼里，这些东西都和自己无关，只要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能够快乐，就是他最大的幸福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自从王仙芝和曹长钦死后，江湖上有了新的武平四大宗师。作为四大宗师当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个，呼延大关的实力是怎么样的呢？和其他几大宗师相比，谁更强呢？呼延大关在原著当中出手的次数很少，不过仅有的几次出手记录也能够看出他的强大。当年徐彦兵追杀北莽10大魔头，这10大魔头当中死了7、8个，当时没人能够拦得住徐彦兵，眼看10大魔头就要被他全部杀死，呼延大关出手了，他出手救下了自称是自己徒弟的铁木蝶，硬扛着徐彦兵一枪不落下风，让徐彦兵撤退了。要知道徐彦兵可是能和陈之豹1换1的猛人呐，陆地神仙之下无敌的存在呀，能够逼退徐彦兵，可见呼延大关的实力绝对是不弱于陆地神仙的。这一代的江湖不比之前，当年的武平四大宗师李淳罡那一代，他独占鳌头，其他几人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到了王仙芝这一代更是如此，最新一代的四大宗师整体的实力都差不多，可以说是各领风骚啊，真打起来很难分出胜负。呼延大关虽然在和拓跋菩萨比试的过程中惜败给他，是因为当时的他已经无心江湖的争斗，一心只想要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归隐山林了。从洛阳的话里面，我们也能得知，呼延大关不管是资质还是前世那些七七八八的背景，都要比拓跋菩萨强。最重要的还是在心境上面，拓跋菩萨最大的缺点就是缺少举世皆敌的心态，而呼延大关不一样，800年前就是和王仙芝一样的无敌之人，认真修行的话，不知道要比拓跋菩萨强多少。也正是因为他拿得起放得下，他才能够成为和邓太阿一样的逍遥之人。